好啦，咁今次咧，我會介紹一個左右兩側腹肌嘅循環訓練。咁咧，總共就有5個動作嘅。咁你只要跟住我嘅次序順序去做就得噶啦。咁第一個動作咧就叫做 jackknife。嗱，咁你就側埋一邊啦，一隻手擺喺地下，咁啊再用另一隻手咧掂腳尖嘅，成個 V 型咁樣上下身接埋佢嘅。咁咧就左右各做10次。第二個動作，首先就做一個plank 先啦，即係平板支撐先啦。跟住咧就屈起一隻腳，就用個膝頭哥向內轉嘅，就轉得越大越好嘅嗰個幅度。咁轉嘅時候咧，應該會 feel 到個腹肌咧會有啲用緊力嘅感覺嘅。咁亦都係啦，做完10次之後，就另一隻腳再做10次。第三個動作啦，就係 leg circle。咁首先就揀呢個方向啦，即係順時針或者逆時針轉10個圈先，跟住咧就另一邊再轉10個圈嘅。第四個動作就係 side dip，就揾一邊嘅手踭同埋前臂撐住個身體，跟住咧就向下向上咁樣做一個向側提起嘅動作嘅，亦都係啦，每邊10次。咁最後一個動作咧就叫做 hip twist。咁首先做一個plank 先啦，咁今次容易啲啦，就係用手踭同埋前臂撐住就得啦。跟住咧就做一個扭囉柚嘅動作，囉柚向左向右扭，咁咧就夾埋扭20次。咁如果你係初學者嘅話咧，呢一個循環訓練你每日咧做1次就已經夠噶啦，因為都幾辛苦嘅，係啦。咁試下做啦，有問題嘅話再上我嘅 Facebook 嚟留言同我傾下。